有同志团体开记者会，为想要收养囡仔的家庭来出声。因讲第二册欢迎半个同志家庭会当来收养无血缘的囡仔哦，也毋过讲这只是个案，所以因准备要来申请实现，让同志家庭嘛有收养囡仔的权利。真可爱，我的家庭真可爱，只缺法律来保障，只缺法律来保障。 今年初，维巴苗爸正做全台第一个法院审判同志家庭收养无血缘囡仔的案例。同志家庭一如依令，嘛提起收养诉讼。不过高雄少家法院一审裁定驳回控告审理的时，法院认为现行法律有违反宪法的疑虑，在今年5月24日做出停止审判、申请释宪的决定。其实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啦。希望说就是大法官可以受理这个释宪。748号施行法第20条违宪的主要理由，第一个理由是这一条违反了平等权，不符宪法第22条所保障的收养自由。这个条文违反了家庭制度受到宪法制度性保障的意志。这个条文的立法并没有符合 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。按照目前748号解释施行法规定，同志家庭无法度共同收养无血缘的囡仔，就算是其中一方伫婚前就收养无血缘的囡仔，另一方嘛无法度得到囡仔的侵权。若是有侵权的一方发生意外，另一方就可能无法度合法照顾囡仔。 只要能够给孩子好的照顾，就是合适的收养家庭。其实现在的收养历程不是那么简单，平均大概要申请2年以上才有办法正式收养到孩子。同志的朋友他们要来收养，确实会遇到更大的关卡。民间团体甲律师团表示，希望大法官会使赶紧受理案件，而且开始处理，而且毋望会使召开严肃辩论庭。伊嘛表示对大法官有真大的信心，会接受这个案件，而且做出保障同志家庭权益的决定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